我会一解吼。请选择语言。加速的必备。但是钱摕遐济，哪有贵啊？贵会偷摕啊！请选择交易金额或者是其他的服务。敢家己选啊？请选择服务项目。请输入提款金额。交易进行当中，请稍等一下。当咧算钱当中，请稍等一下。请提回你的卡片，请提回你的现金。交易明细表当咧入用当中，请提回你的交易明细表。多谢你，欢迎你搁再来使用。过来过来，我只要用客机，即摆互伊当客机。请选择语言，畅输入密码。我靠腰啊！感谢您的光临。请选择语言，畅输入密码。抢现在提款金额或者是其他交易。无钱啊！交易进行伊安讲无钱，伊无讲啊！书记你紧存，抢订一下。什么？抢拿转书记。我无收啊！感谢您的光临。这是什么？好啊，安尼。